云林县埔中乡马鸣山这个镇安宫5年千岁是国内5年千岁王爷信仰中心。今年5年大考为农历9月初开始，农历10月进入上高调，庙方邀请乡亲做参加。 马鸣山5年千岁大考自农历9月开始，农历10月进入上高调，包括香烛请王、进香等等的仪式。内底做法会，外口拢搭5照大呢。伊这个龙尊高华班3，每一科年3尊千岁伫遐轮值，这个龙尊换班转来拜天公了，就这个活动结束安尼。 今年庙方会提供信徒及时路线，庙方嘛特别编辑出版5年千岁文化祖产教材，推广台湾重要的民俗文化祖产。嘛是咱台湾首次由咱文化资产保存馆利用咱的史料发展出来的，用的对国小咱老师也在使用的一种乡土的文化教材。今年5年大考上盛大仪式，伫农历10月上尾3天的3条清照，欢迎乡亲来参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